他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。范伟文，你脸上怎么了？哦，我那天不小心磕了一下。我之前没联系你，你没生我气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我爸妈都说啊，你是特别懂事的女孩子。我看他们没说错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特别适合娶我家做老婆。聊什么呢？怎么都聊到娶老婆了？轩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好朋友约会，我不得替他来把关呢，省着你遇到渣男。你不是说跟他不熟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熟啊？上次我只是说他是我们店的 VIP， 我现在都不在那家店了，我们就只是朋友关系了。你辞职了？这还得多谢你这位朋友呢。夏夏，要不然我们回我家吃饭吧，刚好我那个姑姑和姑父都在。他不想去。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？你是他什么人？她是我妹妹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她谈男朋友我不管，但是有一点，这人绝对不能是人渣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们之前见过吗？当然见过，他脸上那伤还是拜我所赐。我说呢，一见着我就跟个疯狗似的往上咬。原来你们是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。你别胡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他对我这样，普通朋友？我回去就跟我妈说，像你这种看着特纯情的女孩，信不得。谁知道他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儿呢？你再说一句，我把你打的话也说不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我说怎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们要没关系，你这样护着他，轩哥，你们别打了。轩哥，我们走。苏有夏，临走之前，我也嘱咐你一句，像他这样的男的，我见得多了。你也别觉得他对你有多真心，他一厨子跟了你，一下子少奋斗多少年啊？他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。我好心劝你，你居然打我！富家傻女配凤凰男，绝配呀！这些照片，我会同步给夏夏的父母。你要是想让你父母跟你那些不清不楚的姑娘都收到这些照片，你就接着在这儿给我横。